973計劃，即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，是1997年由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第3次會議決定制定和實施，由科技部組織實施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。它是黨中央、國務院為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，加強基礎研究和科技工作做出的重要決策。具體信息如下：計劃目標以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，解決我國經濟建設、社會發展、國家安全和科技發展中的重大科學問題，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始性創新成果，為國民經濟或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基礎，提升我國基礎研究自主創新能力。支持領域重點支持農業科學、能源科學、信息科學、資源環境科學、健康科學、材料科學、製造與工程科學、綜合交叉科學、重大科學前沿等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領域的基礎研究，圍繞納米研究、量子調控研究、蛋白質研究、發育與生殖研究、幹細胞研究、全球變化研究等方向實施重大科學研究計劃。組織管理由科技部負責組織實施，會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各有關主管部門共同開展。科技部組建專家顧問組、領域專家諮詢組和重大科學研究計劃專家組，負責學術諮詢、項目評審等相關工作。經費保障有中央財政專項撥款支持，計劃經費單獨核算，專款專用。實施原則按照競爭、公開、擇優、問責的原則組織實施，堅持自主創新，鼓勵學科交叉，注重項目、基地、人才相結合，強化過程管理，對項目執行情況及實施效果進行科學考評。2016年973計劃被整合進國家重點研發計劃。